我真係做咗咁耐人咧，第一次聽到有個橡樹禧啊！咁呢個真係好好啊！有80周年嘅就橡樹禧，咁我哋就特別慶祝我哋嘅修女我諗最後生嘅都60禧噶啦6月7號聖體聖血節，周守仁樞機喺深水埗聖方濟各堂主持彌撒，一齊慶祝耶穌寶血女修會104周年會慶，同埋11位修女嘅進會周年紀念。而全場最矚目、最令人感動嘅就係迎嚟進會80周年。今年已經105歲嘅高允亨修女，全場嘅掌聲同祝福寫低咗最美麗嘅恩典見證。不過呢，佢年年都喜歡話佢只係102歲。的確，佢永遠都係不衰老嘅，因為佢生活相當自律，每日必定閱讀，積極咁樣參與團體嘅活動同埋祈禱生活。佢身上有好多優點，但係佢好謙遜。佢實在係修女們嘅典範。隨後，11位修女喺總會長歐爾文修女帶領下，再次重宣聖願。我劉賽薇，今在全能天主前，按耶穌寶血女修會會章所定，在現任之總會長手中，許下終身遵守貞潔、貧窮、服從3願，懇求天主因耶穌寶血之功，監立此願。阿們。周樞機隨即上前，逐一同修女握手，送上最溫暖嘅祝賀。請寶血之友主席到祭台前，請入會者上前。跟住係寶血之友入會儀式，兩位新會員喺周樞機同歐修女見證下，許下承諾，喺日常生活之中實踐寶血會精神。仰賴上主的慈愛，以明白寶血女修會的神恩與精神，現請求收納我們成為耶穌寶血女修會寶血之友成員。我衷心樂意接納你哋成為寶血之友成員。寶血之友都係願意認同呢一個寶血會嘅神恩咧，加我哋嘅團體裏邊，所以咧我哋肯定咧呢一個神恩咧已經喺佢哋嘅身上咧，係佢哋願意繼續承傳落去，能夠喺我哋以後咧作為基督嘅作見證。早期咧真係好多舊生咧係加入翻我哋嘅團體，不過近年嚟嘅時候咧，已經年輕嘅嗰一輩咧就唔係純粹係我哋自己嘅學生嚟噶啦。以色列子民呢，喺曠野裏邊，佢哋都要捱飢抵渴，怨言呢就少不免噶啦。所以當上用佢哋唔認識嘅瑪納作為佢哋食糧嘅時候呢，乜嘢嚟噶呢啲？瑪納呢就係上主嘅許諾，一個好具體嘅展現同埋保證。佢亦都係主耶穌以聖體聖事嚟展現呢個許諾嘅新約嘅預象。周樞機喺講道入邊提醒大家，聖體聖事唔單止係靈性嘅食糧，更加係一份有血有肉、包容差異嘅真實共融。我哋唔好俾聖體聖事或者禮儀成為分裂團體嘅工具。我哋要謹記就係聖體同埋禮儀係我哋多元合一嘅共用同埋神聖嘅渠道。而現場呢11位默默奉獻超過大半個世紀嘅修女，正正就係呢份多元合一同主愛同行嘅最好見證。